어이, 우리 마누라랑 장인 건드리면 되겠냐? 어?好久不见了，于师叔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彤彤，你看看，这是谁呀？段飞，改口吧，我是你老公。什么老公？你神经病吧？我救了你一命，你没谢我，还骂我神经病啊！你这是什么头发？结婚以后染回来。结什么婚？你有病吧你？是我有病，竟然答应跟你结婚。谁要跟你结婚啊？爸，咱们去医院吧。爸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会查清楚的。彤彤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人我已经给你选了，就是那个段飞。一会儿你去民政局登记吧。爸，你让我结婚？是的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开玩笑。彤彤，相信爸爸给你选对的人。你准备一下，马上去吧。爸，这种事儿您好歹也得跟我商量一下吧，您不能这么武断。我说这句话都太突然，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。这段婚姻不仅仅是关系到你的个人生活，更关系到整个红鼎集团乃至云家的命运。爸，我是您女儿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您不能这么亲自替我做决定的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如果我要是不答应呢？你就不是我的女儿。爸，你怎么能？袁总您好，您现在的身体情况，我们建议您进一步的留院观察，做一个更加全面的全身检查。
哎，你们家小姐怎么还不来啊？赶紧催催。哎，我是来结婚的，你们穿着黑西装，戴个黑墨镜，已经够不吉利了。云小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难得呀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记得我？我怎么能把最霸道的云大小姐给忘了呀？是吗？可我认识的段飞，是不会弄丢这个的。你的腕带呢？哦，那个腕带啊，早都不知道它丢哪儿去了。那看来，这条腕带不是你的了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没想到什么啊？没想到你是要成为我的法定小老婆。想想也觉得划算。肤浅。哎，我说我爸怎么会把希望寄托在你这种人身上？是不是你威胁我爸？一定是这样。云小姐，我也是受害者，连自由恋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。段飞，你变了。我变帅了吧？得了，赶紧进去吧，再不进去，民政局的人都下班了。